同学们，现在抽查第6课，多吉你先。喂，臭崽子，你给我停下！停下！站住！别看了，接着上课。校长，快追，快追！逃课是吧？好。他是谁呀？哦，他是我们浙江省税务局的原派干部黄宏伟，他这人就这样。哦，对了，这些是税务局捐给咱们学校的书，您先拿一下啊。哎呦，谢谢啊，谢谢。你看，校长您这……可乐那小兔崽子知道我看他看得紧，为了逃学，这个月第3次偷我鞋了。写信的送了我挺难吃喝，跑挺快啊！我鞋呢？你把我鞋放牛粪上！小兔崽子，我，给我站住！阿妈，你还记得我吗？你来干啥？所以你逃学，
就是为了尽六份回家生活啊。抢在别人前面才能多捡一点。难怪跑得比马都快。那个，想不想要上新的？谢谢叔。说要给你了吗？这可不是你校长的鞋，说拿就拿的。来，坐，咱们做个交易。什么？第一，以后不许逃学；第二，你不是跑1公里不带喘吗？行，听校长说下礼拜有场校内选拔赛，前3名可以入围泉州田径赛，你就去参加800米。你要是入围了，这个就是你的，怎么样？前赛算什么？我肯定拿第一。걔가 아베 걔가 죽겠는 lok은 렌들나 지나 돈스 고고 나만 주로. 저 치기다만 주네 정치는 렌더서나 고모 군데 고모 오메템 오그다가 처음에요 찾으메테 이 함도 놀라가 영쯤에랑 와서 저도 처음에 찾으뉴로.行了，别跑了！
你不穿上吗？叔叔，对不起，我不能去参加拳主比赛。奶奶的药快没了。哎，小张，我黄宏伟啊，就是我那个理财产品，能不能先提前给我赎回来啊？哎，利息不要了，帮个忙啊！哎，刘总，你好，您上回说的那个专项医疗补助，哎，我这刚好有一个老太太。哦，那下个季度咱们有名额吗？啊。哎哥，上回借我那5万块钱，能不能先提前还给我呀？哦。啊，行，那你先照顾老人，我自己想办法就行了。Fashion show, viral music, trending music, poppy music, remix music, no vocals. Tibetan street fashion show, viral music, trending music, pop music, remix music, no vocals. Fashion show, viral music, trending music, pop music, remix music, no vocals. Tibetan street fashion show, viral music, trending music, pop music, remix music, no vocals. Tibetan street fashion show, viral music, trending music, pop music, remix music, no vocals.第16届全运会男子800米决赛即将开始，请运动员就位。